无车用，啊若安尼要食新的买物件，要趁物件就是拢足困难的。后壁因遐啥呢？建议了留一柜大花山的八成，怎种因遐人，因遐宗族啊，若有要起厝，拢来伊遐建议起因的半山以上，互伊接近庙寺，互伊接近庙寺。啊，若安尼的话，有啥物好处？因要用养分吼，方便。所以就安排啥呢？今仔日还是一个月，这礼拜就由恁这几户、恁两户去主去用养会事。后壁这几天又要轮到伊，轮到伊，他们是这样起来的呢。所以呢，有一个设立的员工，因为到尾啊，真济修炼学科，拢有成绩来，而且遐安怎，遐迄个信徒嘛，足济啊，遐师傅真济，伊个要甲迄个员工挂哦，要挂迄个地方出来去，较大性两条大所在。到尾啊，安怎员工规个我私下互伊，但是迄个员工呢，就是有一个囝仔，吼，有一个独生子，伊有一个条件，伊讲吼，我私下互伊把伊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爱收因囝做两个地主对伊收养。所以呢，有另外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中央就是这收养迄个地藏菩萨来出世，地藏菩萨来出世的，迄个敢若算金鱼的金小姐，哦，金小姐，哦，迄个我较少的，哦，这个金小姐就是看地藏菩萨来出世，所以就是吼，咱然后就讲伊这按你看按道理。有灵尊敬，尊敬。所以呢，就有存在因一个会的。所以我来讨，因为过去因要去这个珠华山，即摆来用地，结果呢，主管呢，若要看客的这个人去拜拜来破仙，去足久，去到后壁时阵，头前去的遐歹去啊，去袂遐，吼，后壁规划由地方政府出面。甲银行做保险做贷款17亿的人民币，然后整体规划好势了后吼，所以早期因拢有咧收门票，啊，你门票足贵的，咱经理就知影嘛吼，上少拢100起跳，后200，吼，然后呢，人5天去雕山的人，吼，就已经安怎报死的条门票，就已经拢家己。配置就有啊，然后就调因的这17户。因此呢，阮这抓去的时阵，除了坐缆车，吼，以外，其他拢无东西。那么呢，地方政府要开发迄个时阵，伊就讲是就讲，这个加留一回，因为这个新水，伊珠华山就是因着这人来用用这树起来，所以会开放互因这当地这人。会当安怎先伫遐开店做生意，饭店开啥货，因为因优先，这就叫做地方。所以呢，这是很好的。所以虽然这抓也是对台湾换迄个啥，换人民币咧来运用，卖换啦。我先算，我讲你家己运用咱台币好无？啊，伊就咧问，我讲。先算啊，咧用台币，我甲讲，听用台币，你才知影台湾人偌善良。哦，这是台湾人来听民谣，阿爸若是咧公仔的时阵，看来完全袂用的。哦，我来咧讲笑啊，结果才可以两岸和平嘛。哦，所以你咧换钱啊，你咧换你要是毋是要换钱100块，你就感觉伊丢100哦。啊，我收着我在丢。刚刚说哦，台湾呢，这人也很可爱，真的是我们的同胞，两岸一家亲。所以哦，买完卖的也大，所以哦，这是我们比较跟我们切合，按哪个马上正常对啊，不爱吗？这人民币来给来飞机就这话哪那种，哪个都是8块。
因为因嘛唔知讲后壁政府会安尼啊，所以人因着鼓励这个人，继续换山药以上，伊就是较近的，通好都要基础大条都要懂，会当咱做拢个事。哇，这个心吼，真正是很难得，很难得，系啊。所以呢，这嘛有会到做好势呢，这个。有华山呢。真的，去年呢，这几个同学说是土地，有的是钱，不是人。所以哦，是那个想，这个钱哦，大家知道，因为咱台湾去到这个，这个哦是坐缆车5分钟，我这条山掉尾条山都爬起哦，结果咱目前哦，很庆幸可以去攻，因为呢，因为这种高飞，爬起了后，飞江，飞江。飞去到了，所以那个叫做天台山。我阿唔着要证明讲我有在做到这，所以呢，就是头前遮个迄个有些头前，甲厝拍去一寡山吼，这两年天来个我确实是没得到这，这是一个额外的话题。所以呢，其实或者一直在讲，你像因为你啊，如果说不换见识，你也要去新换理。因为我哋看到的体会更深，会更深。所以呢，而且在同行呢，的麦哥表咱讲上济，因为真的一晃就老了，我伫咧家是咧讲讲，在家里，然后花时间，我甲算算，我刚有法度，卖看但我讲有法度，才能够做20年，但是身体有健康的，我只能13岁啊。这脚到底有法度通到得来改变身体无？身体无健康的时阵你什么都明白。咱今仔日有一个，我咱就感觉非常可惜。你讲我就问讲，你要食啥？我这来换包。伊讲，我想想讲，我无想要食啥，我只是想问，咸酥鸡刚国家有一点仔想。爱钱的不是，我话你来讲你的啦。主要原因是上面用的，白叶子里面那个啦，那个为什么甜甜的，甜啦，那个甜不辣，好嘞，我讲过，放出来的时候，看有些来对，所以呢，真正健康是真重要，健康非常的重要，无健康啥物方面，但是看咱自己健康的身体，我们真的是要把握机会，因为我看有10年，有10年真正是，我讲是，变事业个，嘛是讲出色，这个道路搁无做着，那个是。这个两头空，但是，所以呢，虽然有影啦，进呢出去公司，我就咧笑讲还好我不着相。我最近呢，这几天来已经无从这个想。若无呢，咱我进行公司挂总监，去到公司的时阵会叫总监，会较亲切叫吴姐姐，会叫啥？叫阿姊，安尼。我讲你叫啥我都会晓接受，因为我知影你在叫我，所以呢，啥物叫啥物拢无所谓，有别的，总监唔叫阿姊较轻松起来，所以呢，其实你一步一步走来，你就会体会到，没有什么好争的，没有什么好执着的，一旦有一天呢，无来的时阵。因不得，啥物拢放下，但是佫有心想要做，这病紧伊落来，我毋想阮会执着。这3项把咱挑起咱的病根，而且尤其是癌症，每一个人身躯内底拢总有，但是你无甲伊挑起的时阵，它是在成
接受，他的心如果能够放下，无有这个心来加起作用的话，那安尼伊就袂怕着妄想跟变执着啊。这若去互人医病，伊甲你处理了，也都乖乖倒转去。哦，所以呢，真的，伊会做，然后倒转去倒啊，会困觉，啥物时阵呢？若甲你一段时间医好，伊会甲你困觉吼。平时会。交你阿爸要困的时阵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病根不要把它挑起，这个钙的物件，卖人咧粪堆甲炒，伊无爱人炒，你就互伊倒转去，会去甲伊炒着，伊会转的方就是妄想物这物件，所以呢，咱互相呢，拉拉杂杂，知影要讲啥，只是这两工大时间，互较做一个体会，但是呢，有体会无够，还是连做家己，就是互项呢，但是要搁加强，去找出我重要，所以这病是因为毕竟是咱互较家己换的，咱互较家己换，所以呢，记住这个原则，第一。想平静，第二是即看到的，拢总是一，不是二，你不要把它分为二，分为二就落在有对待，有好坏的。若有第二，就是有信心吗？咱看好前讲的，只要因缘出到这正常的，出去一直爱看咯，当然看咯，目睭出去。看一碗面啊，只要你的心无安怎起了作用，你就袂安怎执着同看。这个这样我来想好无，我来变这个好，有这个我的代志就会足济啊。如果若无我这个我的时阵代志拢做好处理，事情就很好处理。这是咱互较这段时间的有在重新出发的。按慢慢人是要多一些简单的，让咱能够这些积极，谢谢。哇，